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輝哥仔。咁今日我哋嚟到呢個會展城站，喺深圳全球最大嘅滑雪場就喺9月20號開咗啦。我就喺第一日嚟到呢個滑雪場，不過我就唔係最早嗰批，我係最尾嗰一批入去。因為大部分人都係最早或者晏晝入去嘅，但係嗰時嘅門飛呢就係限時嘅，即係可能要幾個鐘內就要出翻去。咁你遲去咧就預咗，淨係會同嗰啲連飛啊嗰啲會留到最後。咁如果你最後先入去咧，咁大部分入場嘅人已經要離開㗎啦。咁淨係會咁啱撞正連飛嗰啲人。不過都要注意啊，佢依家多咗一張飛係全日唔限時嘅，不過相對嚟講都會貴少少。但係就可以玩埋中級或者高級嘅雪道啊。首先咧就喺入口度攞咗呢張滑雪卡。咁初級嘅雪道咧就係冇得坐纜車嘅，係中級同高級以上先可以坐纜車。咁我哋買飛嘅時候填咗嘅回鄉證咧，初級到3小時滑雪票，有帶身份證嗎？入口呢度咧會 check 埋我哋買飛時候嘅回鄉證啊或者其他證件嘅。初級到3小時滑雪票，請採集身份證。赴驗成功。祝你遊玩愉快，洗點地。核銷成功。咁就冇得黃牛飛㗎啦。另外大家要注意啊，如果你預約咗之後咧，你嗰日唔嚟咧，係冇得退飛嘅。咁入到嚟就嗱聲租鞋同埋雪服嗰啲啦。你玩單板定雙板啊？單板。身高鞋碼。咁佢就會問你幾高啦，同埋着幾多碼嘅鞋嘅。咁呢個時候就可以去着咗呢套衫先。其實大家如果有保暖少少嘅衫咧，都可以帶過嚟嘅。因為其實佢呢度雪服咧真係好臃腫嘅，不過有機會佢跌起身其實唔係咁痛。咁佢着咗呢條鞋之後，大家都見到我行得好慢。如果你想租雙板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度租咗頭盔啦，之後再入到去個雪場裏邊先攞蛋嘅。今日我嚟到啊，就諗住咩都唔帶，但係咧其實應該要帶翻個手套嘅。嗰啲滑雪襪啊，嗰啲其實都可以唔使用嘅。另外就可以帶多個護膝，因為當時咧我滑完雪之後翻去個膝頭哥都瘀咗大概1個禮拜。對面嗰個大家稱之為山頂啊，真係好遠好遠咯，真係冇諗過喺深圳呢個地方嘅滑雪場竟然可以開到咁大。雖然話呢個位置真係深圳好偏上嘅位置。今日我嚟第一日咧就淨係玩初級道嘅啫，我確實係對自己未有咁大信心啊，所以我哋就下次再嚟中級或者高級道啦。咁初級道咧就係淨係單板嘅啫，如果係想玩雙板咧，就喺後邊有一個初級道嘅雙板區嘅，中級道同埋高級道就係單雙板混合。大家第一次嚟到滑雪咧，可以首先睇下啲裝備係點樣着嘅。我就特登咩都唔識咁樣去睇下，作為一個新手會有咩後果啦。結果真係上到去咧，連個單板點樣開都唔知，要對雪鞋扣落個單板裏邊先可以滑噶嘛。咁就一路喺度觀察啦，大概10分鐘就摸索到出嚟啦。不過咧，第一次開塊單板啊，真係懵咗咯，嗰下完全唔理解佢係咩構造。大家第一次滑咧，就可以喺一個比較容易啲滑落去嘅位置扣塊板。如果唔係你扣好咗塊板之後咧，其實你就唔知點樣行咯。咁就要好似慢慢咁樣戳過去咁。因為你前面仲係會有好多人喺度扣緊塊板或者坐咗喺度嘅。咁我嘅第一次試滑啊，就係唔知點解好快咁樣垂咗落去。正常人係左右咁樣滑嘅，但係咧就係會變咗塊板向前咁樣一下衝咗落飛落去咁樣。跟住我就驚撞到人啊，跟住就好快咁樣坐低咗啦。跟住有時候就的確係技術唔夠嘅，跟住就俾啲雪棘親，跟住就唔停嘅。不過咧，大家記得喺滑之前咧，都盡量做好啲拉筋啊，即係類似中學體育堂嗰種咧。因為確實滑雪呢樣運動咧係要用到好多嘅肌肉啦。咁有時跌一跌啊，可能已經挫親啲筋。如果大家咧都仲未掌握到咧，就盡量唔好滑得咁快啦。
因為呢個行為就係會俾人稱為做越獄嘅，即係一下衝過去可能會撞到人或者撞落個防護欄度。大家如果想盡快學識咧，就盡量將塊板啊保持喺打橫咁樣跣落去嘅狀態，開始盡量左右，類似打橫行咁樣，就會係比較好嘅狀態。千祈唔好塊板係直咁樣向前，除非你技術真係好好。我滑到去9點，差唔多10點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肉眼見到啦，已經係好少人嘅啦。咁我哋出完去練翻一陣，因為跌落啲雪嗰陣咧，隻手真係會掂到好多雪啊。咁冇戴手套咧就會好凍。咁我出去暖翻之後咧，就入嚟想睇下個冰雪王國。雖然話依家佢係未開嘅狀態，但係都想睇下未來有咩玩。咁佢係要咁樣行樓梯上去，但係着住對雪鞋咧係有啲唔適應嘅，即係因為對雪鞋嘅體積係好大。咁落樓梯就要預翻個位置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棘親。呢個中間呢個就係中級度啊，右邊呢個咧就係高級度，左邊就係初級度。咁呢個後邊咧就係呢個冰雪樂園同埋雙板區。咁呢度有啲冰雕啦。咁呢個位置咧就唔知係攞嚟做咩嘅，我一開始懷疑係呢個碰碰車，但係原來碰碰車係喺下邊咯。呢度仲有個未開嘅旋轉木馬啦，之後應該會比較受歡迎嘅。我相信旋轉木馬同埋碰碰車啊都係會比較受歡迎嘅項目。咁最後冇人嘅時候咧，就會比較想大膽咁樣滑。稍微變成少少魚類嘅 feel， 但係稍微咁樣放心咗之後咧，反而係學得最快。其實就係要保持個板左右咁樣擰啦，咁你速度唔好咁快，
如果你係高級度啊嗰啲咧，你點樣玩魚輪咁樣衝落去，只要你避得開人咧，其實都冇咩問題。好啦，今日就係我作為一個新手嚟滑雪嘅一啲心得啦。咁我之後應該會再嚟嘅，因為今日呢個體驗咧都係十分之唔錯嘅。未來咧就有機會會試埋佢嘅中級度同埋高級度。咁如果大家想睇我更加多嘅片咧，記得 follow 我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欢迎再次光临。